大家好，我係小龍。今日呢一集我哋要講一個好重要嘅題目，港股今次係咪真係出現黑天鵝？4月份我已經同大家講過，今年6、7、8月要小心。結果去到而家，大家都見到港股真係開始出現一個幾明顯嘅回調。咁而家問題就唔係我之前有冇講中，而係接落嚟應該點做。港股而家係咪只係跌到一個重要支持位，定係後面仲有更低？呢個先係今集真正要講嘅重點，因為好多散戶一見到跌市就即刻諗兩個字：撈底。但我今次要講清楚，22000至23000呢一帶，我唔係叫大家撈底，呢度係一個重要支持位，係一條防守線，係用嚟睇市場有冇資金承接，有冇成交配合，有冇龍頭股指跌，有冇港匯回穩，唔係話一跌到呢個位就即刻衝入去買。支持位唔等於買入位，支持位係用嚟觀察市場反應。如果市場去到支持位，有成交、有資金、有反彈、有龍頭股企穩，咁呢個支持位先有意思。如果去到支持位，但係成交弱，資金繼續走，龍頭股繼續跌，港匯繼續弱，美匯繼續強，咁呢條支持位其實只不過係下一段跌浪之前嘅中途站。所以大家要記住，今集我講22000至23000係重要支持區，唔係叫大家盲目撈底。首先我想同大家講反件事。幾個月前，即係4月19日前後，我已經喺訪問入面講過，今年6、7、8月要特別小心。當時市場氣氛其實仲係幾好，港股升得唔錯， AI 又熱，科技股又強，半導體又炒到飛起，韓股、台股、美股全部都好似好有勢。好多人成日覺得風險只係短線雜音，升市仲未完。但去到今日，大家可以見到，港股由5月中高位開始回落。如果由6月初高位計，恒生指數已經跌咗3000幾點。如果由5月高位計，回吐更加接近4000點。咁你話呢個係咪普通一兩日震倉？明顯唔係，呢個係一個由時間周期引發出嚟嘅風險窗口。呢一點大家一定要明白。我唔係見到跌市之後先出嚟話6、7、8月危險，係之前已經講咗6、7、8月本身就係周期推算出嚟嘅一個敏感時間帶。有啲朋友可能聽得明，有啲朋友可能覺得我講得唔夠直接，甚至覺得講咗等於冇講。其實我明嘅，好多觀眾最想聽就係一句買定沽，今日入定聽日入，幾多點撈底。但真正嘅市場分析唔係咁簡單，真正嘅分析係要先知道邊段時間容易出事，邊啲位置容易轉向，邊啲資金行為代表派發，再配合價位、成交、匯率、資金流一齊去判斷下一步。6、7、8月呢個窗口就係咁樣推算出嚟，唔係靠感覺，唔係靠一單新聞，而係由周期、時間、節奏、成交結構、市場波幅同埋資金內部變化一齊推導出嚟。所以今次港股回調其實唔係突然之間冇跡可尋，之前已經有好多信號，只不過升市嗰陣大家唔中意聽風險，跌市嗰陣大家又會突然問係咪熊市，係咪黑天鵝，係咪要斬倉？呢個就係市場最真實嘅人性。呢度我都想講反句實在說話，今次6、7、8月呢個風險窗口唔係今日跌咗我先拎出嚟講。4月份我已經不斷提醒大家，呢段時間要小心，要防守，要留意市場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回調。去到而家，港股由高位跌咗3000幾4000點，其實已經證明呢個周期推算唔係空口。講白話，坦白講，今浪唔係個個都輸錢，有啲人今日先問係咪熊市，有啲人高位追貨，而家先開始驚，但另一邊有啲早有準備嘅人，今浪反而做得相當唔錯。我自己同部分學生，今浪港股跌浪其實都食得幾準。有啲學生本身重倉港股，聽完4月份嗰個預警之後，開始減倉防守，結果真係避開咗一劫。有啲學生更加進一步，跟住我哋之前講嘅時間窗口、賣出信號、資金流、成交結構同技術位置，成功把握到今浪港股下跌嘅節奏。甚至有啲朋友直接同我講，今次唔係避險咁簡單，而係靠呢一浪跌市賺到一筆。當然我唔係想神化自己，亦唔係講到學生個個都賺錢。市場冇任何人可以保證次次都中，但今次6、7、8月呢個風險窗口至少證明一件事，市場唔係完全冇規律。
如果你肯認真睇周期、睇資金、睇成交、睇匯率、睇大戶行為，其實好多風險係可以提前見到。跌完之後，人人都可以有理由，但未跌之前，你敢唔敢提醒大家小心？市場仲好興奮嗰陣，你敢唔敢叫大家防守？呢啲先係真正功夫。所以我成日同學生講，股市唔係鬥邊個最樂觀，亦唔係鬥邊個最悲觀。股市係鬥邊個可以早一步見到風險，早一步控制倉位，早一步知道幾時應該進攻，幾時應該收手。今浪港股跌落嚟，好多人而家先問係咪熊市，係咪黑天鵝，係咪要斬倉？但我哋喺4月份已經開始講6、7、8月要小心，呢個就係時間週期嘅價值。週期唔係迷信。週期係幫你喺市場最容易出事嘅時間提高警覺。技術分析唔係神奇魔法，技術分析係幫你睇清楚資金係咪派發，市場係咪已經由進攻轉防守。AI 系統都唔係叫你盲目跟機器買賣， AI 系統係幫你整合好多維度，包括價格、成交、波幅、資金流、趨勢結構、時間節奏，去減少人性錯判。今次好多學生可以避開跌浪，甚至把握到下跌機會，正正就係因為唔係單靠感覺，而係跟住一套完整框架去做決策。今浪港股下跌，對冇準備嘅人嚟講，可能係一場災難，但對早有部署嘅人嚟講，反而係一場機會。而我同唔少學生今次就係企喺有準備嗰一邊。咁而家反翻嚟講港股，大家而家睇港股最重要嘅位置，其實就係22000至23000呢一帶。呢一帶唔係普通支持位，呢度係一個頸位，亦都係一條防守線。如果港股可以喺22000至23000附近守得住，仲要有放量反彈，咁市場仍然可以話今次只係6月份急跌之後嘅技術修正。7月新季度開始，資金重新部署，仲有機會出現反彈。但如果23000失守之後，連22000都守唔住，問題就嚴重好多。因為下一個比較明顯嘅成交密集區，可能已經要睇21000甚至20000附近。換句話講，而家唔係普通震盪，而係已經去到一個守得住就喘定，守唔住就再落一級嘅位置。所以星期一走勢同埋7月初新季度開局就會好關鍵。但我再講一次，呢個唔係叫大家喺22000至23000撈底，呢個係重要支持區。如果冇成交、冇資金回流、冇龍頭股止跌、冇匯率回穩，單純因為跌到某個點數就衝入去，其實係好危險。成熟嘅操作唔係見到支持位就買，係要睇支持位有冇反應。支持位要有資金承接先有意義。如果只係跌到支持位，但成交繼續弱，龍頭股繼續俾人沽，港匯繼續弱，美匯繼續強，咁呢個支持位好可能只係下一段跌浪之前嘅中途站。我自己會用2800即係盈富基金去做港股走勢嘅代表。點解用2800？主要係因為數據同版權問題，所以我哋系統入面會用2800去代表恒生指數走勢。喺我哋 AI 系統同 Multi-Agent 分析入面，其實之前已經出現過賣出信號。呢個賣出信號唔係叫大家一定要沽空，而係提醒大家市場由進攻狀態開始轉去防守狀態。大家可以見到，由舊年9月、10月開始，港股其實形成咗一個幾大嘅圓頂結構。呢個圓頂唔係一日形成，係派發咗接近9個月。好多散戶只係睇單日升跌，但如果你拉長少少睇，就會發現市場其實一早已經喺高位慢慢派貨。所以點解我一直講未有明確放量反轉信號之前，唔好太早樂觀，因為市場唔係跌一兩日先轉弱，其實佢喺高位已經派發咗好耐。有時派發唔係大跌先叫派發，派發好多時係喺高位震盪，成交好大，但價格升唔上去。表面睇好似好熱鬧，每日都有消息，每日都有資金換手，但其實大戶可能已經慢慢將貨交俾後來者，等到大家都覺得安全，跌勢先正式出現。呢個就係市場最難嘅地方。再睇技術結構，如果用線性回歸通道去睇，較長線嘅支持大約喺22元附近，以2800對應恒指，大概就係22000至21000左右。呢個位真係好重要。如果呢度守得住，市場有機會出現反彈。但如果連呢條回歸通道底部都跌穿，就代表成個上升結構被破壞，之後再跌落去，跌幅可以好急。另外，如果用黃金比率去睇，而家位置大約接近0.618回調位。
0.618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持比例。好多時一個正常調整，如果喺0.618附近有承接，就有機會形成反彈。但如果連0.618都守唔到，下一步好多時就係深度調整。所以而家唔係盲目悲觀，但都絕對唔係盲目樂觀。最正確嘅態度就係等市場俾信號。市場如果真係要見底，佢會俾你一啲跡象，例如跌唔穿重要位置，低位成交放大，龍頭股唔再俾人沽，北水重新流入，港匯壓力緩和，科技股唔再集體變提款機。呢啲先係有參考價值嘅信號，唔係單純一句跌得多就等於見底。成交密集區方面，大家更加要留意26000至28000呢一帶，其實之前累積咗唔少成交，咁代表咩？代表好多貨喺上面換手。如果市場喺高位有大量成交，但之後升唔上去，反而轉頭向下跌，呢個好多時就係派發，即係話大戶可能已經喺上面慢慢將貨交俾後來者。而家跌到22000多點，如果再跌穿下面嘅成交密集區，其實唔算太厚。一旦冇足夠承接，跌勢就可能會加速。所以點解我話2000至23000係一場拉鋸戰？因為呢度一穿唔係跌100-200點咁簡單，係市場結構會改變。如果呢度守唔住，好多本來想等回調入市嘅人可能會改變諗法，變成不如等多一等。而好多本來坐貨嘅人亦都可能會問自己係咪要先減一減。呢種心理轉變會令市場沽壓加劇。所以支持位嘅作用唔係叫你盲目買，而係用嚟觀察市場心理有冇守住。資金流方面，最近北水流入明顯減少，甚至好多熱門股都見到流出。大家要記住，北水唔係永遠只買唔賣。以前好多人成日覺得南向資金一定會支持港股，跌少少就會有北水接貨，但市場唔係咁簡單。當資金有更好選擇或者風險胃納下降，北水一樣會減倉，一樣會換馬。最近你會見到資金比較集中喺少數股份，例如騰訊，但其他好多股份其實都有流出。呢個代表市場唔係全面有承接，只係資金喺少數龍頭之間流嚟流去。呢種市況表面好似冇崩，但內部其實已經轉弱。尤其是阿里、美團、部分內房、消費、金融科技相關股份，如果喺大市跌嗰陣繼續變成提款機，呢個就反映市場資金防守味道好重。咩叫提款機？即係基金要現金嘅時候，最容易沽嘅唔係冇成交嘅細價股，而係大型、流動性高、有人接貨嘅藍籌。所以有時你見到大藍籌跌，唔一定代表間公司一夜之間基本面變壞，可能只係市場要錢，所以先賣最容易賣嘅嘢。但對股價嚟講，結果都係一樣，就係受壓。港股另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港匯。最近港匯走弱，逐步接近弱方保證附近，呢個信號真係唔可以忽視。港匯偏弱，代表港元資金可能有流出壓力。同一時間，一個月希博由之前低位慢慢回升，亦都會影響市場資金成本。大家要明白，港股好多時唔係淨係睇中國經濟，亦唔係淨係睇公司盈利。港股係一個資金市場，資金成本、港匯、美匯、希博、美債息，全部都會影響港股估值。如果港匯弱，美匯強，嗨波又回升，外資就更加未必願意喺呢個時間大手買港股。所以而家港股面對嘅唔只係股價技術調整，而係資金環境開始收緊。如果資金環境未改善，港股想出現大級別反彈，其實會比較困難。再講美匯，美元指數近期突然轉強，呢一點對亞洲市場好唔利。如果美元指數真係反彈到102甚至104附近，亞洲股市壓力會進一步加大，因為美元一強，資金自然會傾向流返去美元資產。新興市場、亞洲市場、港股、韓股全部都會受到影響，所以好多朋友問港股跌係咪因為某一單新聞？我反而覺得唔需要太執着單一原因，真正原因係資金開始避險。美元強，港匯弱，北水減少，美股波幅上升，半導體開始震盪，呢啲信號加埋一齊，先係港股回調嘅真正背景。好多時市場跌完之後，新聞先出嚟解釋原因。但真正嘅資金往往喺新聞之前已經行動。講到美股，大家都要小心。QQQ 其實已經見到動力轉弱，之前升穿標準差通道，上面又有大成交區，再加上小雙底形態，呢啲都唔係特別健康嘅信號。
而家美股睇落好似仲有支撐，但其實主要係靠半導體同少數 AI 龍頭頂住。如果半導體開始轉弱，成個美股科技板塊壓力就會明顯增加。呢一點同港股都有關係，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全球資金都係炒 AI、半導體、科技股。如果美股科技股開始退潮，香港科技股、韓國半導體、台股相關股份都好難完全獨善其身，韓股都要特別留意。之前韓股升得好強，尤其係半導體相關股份，但越係升得急，越要小心波幅擴大。如果韓股跌穿重要支持，可能會出現急跌。點解要睇韓股？因為韓股係亞洲科技同半導體資金情緒嘅一個重要代表。如果韓股突然急跌，就代表亞洲科技資金風險胃納開始下降，咁對港股、科技股自然唔係好事。不過講到呢度，我又唔係完全悲觀。我反而覺得港股科技股之後係有機會嘅，問題係唔係今日一跌就即刻衝入去，而係要等價位、等成交、等反轉信號。例如恒生科技指數或者 ATM， 即係阿里、騰訊、美團呢啲股份，如果跌到合理位置，其實係可以重新留意。但重點係大家唔好用追高心態去買，而係要用分段部署，等確認控制注碼嘅方式去處理。港股而家可能係製造機會，但機會唔等於即刻 all in。真正好嘅部署係市場恐慌之後，價格跌到合理位置，同時出現資金重新流入，唔係跌幾日就叫見底。而家再講 AI 半導體，好多人問 AI 呢一波係咪完咗？我會咁講， AI 呢個產業唔會完，但 AI 股票短線炒作可能已經進入暑假高危期。呢一波由3、4月開始炒到而家已經橫跨2個季度，一個中短期主題。如果連續炒3、4個月，市場情緒好容易過熱。最近美光業績好好，但股價衝高之後又回吐，呢個正正反映市場開始重新計數。如果一間公司好消息出嚟，股價都升唔上去，甚至高開低走，呢個就代表市場開始對估值同預期變得敏感。AI、半導體、記憶體全部都係真需求，但真需求唔等於股價可以無限升。大家要記住，市場交易嘅從來唔係真唔真，而係貴唔貴，預期有冇打滿，資金仲願唔願意追。一個產業可以係真趨勢，但股票可以短線太貴。一間公司業績可以好好，但如果市場之前已經預期更好，股價一樣可以跌。呢個就係資本市場。大家要分清楚 AI 產業鏈入面有2種公司，一種係收錢方，例如晶片、記憶體、半導體設備、算力供應商；另一種係出錢方，例如雲計算巨頭、大型科技平台、數據中心公司。今年市場最中意嘅係收錢方，因為佢哋短期最直接受惠。AI 軍備競賽入面，邊個最快賺錢？未必係用 AI 嘅公司，而係賣 GPU、賣記憶體、賣伺服器、賣設備嗰班人。就好似淘金熱入面最穩定賺錢嘅唔一定係淘金嘅人，而係賣鏟、賣水、賣牛仔褲嗰啲人。但當收錢方嘅估值都被炒到好高，資金一想走，跌幅可以好急。呢個就好似音樂椅遊戲，音樂未停嗰陣，人人都覺得自己可以安全離場，但音樂一停，先發現椅子唔夠。所以 AI 半導體唔係唔可以買，而係要等回調，要等資金重新沉澱，要等估值回到合理位置。然後今集我想重點講一講美股科技7巨頭。呢一段其實係成個市場最重要嘅宏觀信號之一。大家最近可能都有留意，過去幾年帶住美股一路向上衝嘅科技7巨頭，近期開始集體轉弱。Microsoft、Apple、Amazon、Google、Meta、Nvidia、Tesla 呢幾間公司過去幾年幾乎就係美股牛市嘅核心發動機。以前市場邏輯好簡單，買科技7巨頭就等於買美股最強資產，買 AI 就等於買未來，買雲計算、晶片、數據中心就等於買下一個10年增長。但問題係，當所有人都咁諗，呢個交易就會變得好擠迫。一個交易最危險嘅時候，唔係冇人相信，而係太多人相信。過去3年做多7巨頭，其實已經係全球最擠迫嘅交易之一。基金買、ETF 買、退休金買、散戶買、主動基金買、被動資金又買。
當所有資金都集中喺同一批股份身上，升市嗰陣股價可以升得好順，但一旦市場開始轉身，所有人想同一時間減倉，沽壓就會非常集中。呢個就係擠迫交易嘅反噬。所以今次七巨頭下跌，唔可以簡單理解為公司突然唔掂，更準確嚟講係市場開始重新審視一件事。AI 故事仲喺度，但係 AI 故事嘅成本開始變得越嚟越高。以前市場買科技巨頭係因為佢哋有三樣嘢：第一，自由現金流強；第二，資產負債表健康；第三，平台壟斷能力高，所以投資者願意俾佢哋好高估值。但而家問題出現。AI 軍備競賽開始逼呢啲公司不斷增加資本開支，佢哋要買 GPU， 要買記憶體，要建數據中心，要買電力，要租土地，要鋪網絡，要請 AI 人才，呢啲全部都唔係小數目。以前科技巨頭嘅增長係輕資產、高毛利、高現金流，但 AI 時代嘅增長開始變成重資產、高投入、高折舊、高不確定回報。呢個轉變好重要，因為市場以前俾科技巨頭高估值係因為佢哋好似一部現金印鈔機，但如果呢部印鈔機未來幾年要不停將大量現金投放入 AI 基建，而短期又睇唔到清晰回報，投資者自然會重新計估值。呢個就係七巨頭被拋售嘅核心原因之一，唔係佢哋唔賺錢，而係市場開始擔心佢哋賺返嚟嘅錢會唔會好快又被資本開支食晒。大家可以咁諗。如果一間公司本身每年產生好多自由現金流，股東好開心，因為公司可以回購股票，可以派息，可以保持高利潤率。但而家公司同你講，未來幾年我要大幅增加 AI 投資，我要建更多數據中心，我要買更多晶片，我要承擔更多折舊，我要投入更多錢，但幾時回本，暫時未清楚，講到俾你聽。你作為股東會唔會開始猶豫？呢個就係而家市場心理 ，AI 好吸引，但股東開始問，到底邊個俾錢？到底邊個承擔風險？到底最後回報會唔會真係落到股東身上？呢啲問題一出現，股價自然會波動。唔同巨頭面對嘅問題都唔同。Microsoft 嘅問題係 AI 同雲計算資本開支太大，自由現金流開始受到市場質疑。以前大家買 Microsoft 係因為佢有 Office、Windows、Azure 企業客戶，現金流好穩定。但而家市場開始問 AI 投資越嚟越大 ，OpenAI 相關投入越嚟越深，呢啲錢最後幾時真係轉化成股東回報 ？Amazon 嘅問題就更加直接 ，AWS 增長仲喺度，但數據中心同 AI 基建開支越嚟越大。市場最怕就係你一路燒錢，但又冇清楚話俾股東聽幾時自由現金流可以恢復，幾時資本開支可以見頂。Meta 相對好少少，因為佢喺廣告 AI 變現方面至少有一啲即時證據，例如廣告投放效率提升 ，AI 幫助內容推薦同廣告轉化。但問題係 Meta 本質上仍然係廣告公司，市場俾廣告公司嘅估值始終唔會好似晶片公司或者雲基建公司咁高。Google 嘅問題就係 AI 搜尋競爭、人才流動，同埋市場擔心 Gemini 可唔可以喺前沿 AI 競賽入面保持優勢。Google 仍然好賺錢，但市場最怕係搜尋呢條護城河會唔會慢慢被 AI 改寫。Apple 嘅問題係 AI 故事暫時唔夠強，加上零部件、記憶體、供應鏈成本上升，產品加價可能影響需求，唔加價又會壓縮毛利。Tesla 就更加唔使講，股價本身信仰成分高，波動自然特別大。Nvidia 就係另一回事，佢仍然係 AI 最核心嘅收錢方，但因為之前升得太多，太多人持有，一旦市場想降低風險，第一批被減倉嘅往往就係之前升得最多、最有利潤嘅股票。所以七巨頭唔係同一個原因跌，但佢哋共同面對一個大問題。市場開始重新計算 AI 時代嘅成本，最值得留意嘅係另一個反差。點解呢啲科技巨頭喺股市俾人拋售，但喺債市反而變成萬人迷？呢度非常重要。股票市場同債券市場睇嘅係兩件唔同嘅事。你買股票，你係股東；你買債券，你係債主。股東要睇公司未來增長、盈利擴張、估值提升、自由現金流、回購能力。但係債主最關心係咩？公司有冇能力還錢？公司信用好唔好？
利息付唔付到，本金到期還唔還到，所以一間公司可以同時出現一個好有趣嘅情況。股東唔中意佢，因為覺得估值太高，增長唔確定，資本開支太大，但債主中意佢，因為覺得佢信用好，現金流仍然強，借錢俾佢好安全。呢個就係而家科技巨頭嘅情況。好多大型科技公司因為 AI 基建開支太大，開始更加積極發債。過去佢哋可以靠自己經營現金流去支持增長，但係而家 AI 軍備競賽嘅規模太大，連呢啲全球最賺錢嘅公司都開始更加依賴外部融資。呢個轉變就係真正危險嘅信號，唔係話呢啲公司即刻會爆煲，唔係呢個意思。但佢代表 AI 投資已經由自我造血慢慢走向外部輸血。以前係公司自己賺錢、自己投資、自己成長，而家係公司仍然賺錢，但 AI 投資大到一個程度，令佢哋要更多動用債市資金。呢件事對債主嚟講可能係好事，因為債主可以買高評級公司債，收穩定利息，但對股東嚟講就未必舒服，因為發債之後未來公司要付利息，資本開支之後未來公司要承擔折舊，數據中心建完之後，如果需求不及預期，資產回報率就會下降。如果 AI 收入增長追唔上資本開支增長，股東回報就會被壓縮，所以債主舒服，股東辛苦。呢個就係今次科技巨頭喺債市受歡迎，但喺股市被拋售嘅真正原因。大家一定要理解呢一點。股市買嘅係未來增長，債市買嘅係償債能力。科技巨頭而家仍然有好強償債能力，所以債市願意買佢哋嘅債，但股票市場會問更深一層。如果未來幾年 AI 投資不斷擴大，自由現金流不斷被食走，股東最後真正得到嘅係咩？股東唔係債主，股東唔會優先攞返本金，股東承擔嘅係估值波動、盈利壓縮、資本開支過度、回報不及預期嘅風險。呢個就係點解市場開始拋售七巨頭，唔係因為佢哋今日突然變成壞公司，而係佢哋由現金流慢慢變成 AI 基建軍備競賽參與者。呢個身份轉變會令估值模型改變。以前市場用高增長、高毛利、高自由現金流去估值，而家市場可能要加入高資本開支、高折舊、高債務、高回報不確定性去重新估值。一旦估值模型改變，股價就會調整。呢度其實有少少似90年代末嘅電訊泡沫，當年大家相信互聯網流量會爆炸式增長，所以好多公司借錢鋪光纖。當時個故事都好合理，互聯網會改變世界，呢句說話係啱嘅，未來流量會大增都係啱嘅，光纖基建有價值都係啱嘅，但最後好多公司仍然出事。點解？因為見得太早，見得太多，借得太急，真實需求未追上嚟之前，債務利息同折舊壓力已經先壓死好多公司。最諷刺係嗰啲光纖最後冇浪費，佢哋成為後來互聯網、雲計算、串流媒體嘅基礎設施，但當年最早借錢大規模建設嘅公司，好多股東已經輸得好慘。所以技術係真，唔代表股票一定贏，產業方向係啱，唔代表投資時機一定啱。AI 今日都一樣， AI 一定會改變世界，呢一點我唔懷疑，但唔代表所有 AI 股票都值得喺高位追，更加唔代表所有 AI 資本開支最後都可以轉化成股東回報。所以大家要小心一個市場最容易犯嘅錯誤，就係將好產業等同好股票，將好公司等同好賣點，將未來大趨勢等同今日高估值合理。呢三件事其實完全唔同。 AI 係好產業，科技巨頭係好公司，但如果市場已經將未來10年嘅美好預期全部提前反映，當現實回報慢少少，股價都可以調整得好深。所以我先話美股七巨頭今次調整唔止係短線跌幾個 percent 咁簡單，佢背後反映嘅係成個 AI 投資邏輯開始進入第二階段。第一階段係講故事，第二階段係睇訂單，第三階段係睇盈利，第四階段係睇自由現金流，第五階段就係睇回報可唔可以覆蓋資本成本。而家市場開始由第二、第三階段走向第四、第五階段，呢個先係真正危險嘅地方。再拉返去港股，如果美股科技七巨頭開始被重新估值，港股科技股自然都唔可以完全無視。阿里、騰訊、美團、快手、小米呢啲股份雖然唔係完全同一個故事，但佢哋一樣受市場風險胃納影響。
當全球資金願意追科技，港股科技股就會有估值收復。但當全球資金開始重新計算 AI、科技、資本開支、現金流，港股科技股一樣會受壓。所以而家唔係單純睇港股平唔平，而係要睇全球科技風險偏好有冇轉弱。如果美股七巨頭繼續跌，半導體高位震盪，韓股科技急跌，美元反彈，港匯偏弱，呢啲因素加埋一齊，港股想獨立大升難度就會高好多。最後我想講一講週期，好多人以為週期係一本通書，睇到路7年就永遠7年，8年就永遠8年，每一次都一樣。其實唔係，週期會轉移，會偏差，會因為新嘅參考點出現而改變。去到九運或者用西方占星去講，土木喺2020年開啟水瓶座年代嘅節奏，市場本身嘅週期結構已經開始變。9呢個數字本身代表一個階段嘅終結，亦代表新一輪開始之前嘅清算。所以九運唔係單純代表壞事，九運代表大轉變，舊有資產邏輯、舊有估值方式、舊有資金流向都可能要重新洗牌。所以點解我話未來幾年唔係簡單一句牛市或者熊市可以解釋？呢一輪跌完之後會有反彈，反彈之後可能仲會有一次大機會，但大家要留意，去到2031、2032年附近，可能又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風險時間點。喺個之前，市場未必係完全冇牛市，相反可能會有一次好重要嘅牛市，但嗰次牛市可能係下一個大週期之前最後一次比較大嘅離場機會。當然呢啲係週期推演，唔係絕對預言。市場之後會變，我哋都要按新數據去修正。但大家要明白，週期分析真正有價值嘅地方，唔係叫你迷信某一個日子，而係提醒你，市場喺某啲時間就係比較容易出事。所以反今日主題，港股而家係咪黑天鵝？我會話未必係黑天鵝，因為4月份其實已經有週期警號。真正黑天鵝係完全無法預測嘅事件。但今次6、7、8月嘅風險唔係完全冇跡可尋。由週期、成交、資金流、港匯、美匯、科技股波動、AI、半導體退潮，再到美股7巨頭估值重估，其實全部都有跡象。所以今日大家最應該做嘅唔係問跌市有冇完，亦唔係問22000至23000可唔可以撈底，而係要問3件事。第一，22000至23000呢個重要支持區守唔守得住？第二，反彈有冇成交配合？第三，資金有冇重新流入港股、科技股同大型藍籌？如果呢3件事都未出現，就唔好太早話見底。如果呢3件事開始出現，就可以慢慢重新評估市場係咪進入另一個階段。操作上我會咁睇，短線投資者可以留意22000至23000附近有冇技術反彈，但一定要快手，唔好貪，因為而家波動大，消息變化快，資金流又唔穩，短線反彈好容易急升急跌。中線投資者就要等多啲確認，等指數企返上重要位置，等成交配合，等龍頭股唔再變提款機，先再分段部署。長線投資者就更加唔好急，真正好嘅長線買點唔係人人喊撈底嗰陣，而係市場跌到大家都唔想再講股票，但基本面未崩，估值又吸引，資金開始慢慢回流嗰陣。所以22000至23000我定義為重要支持位，唔定義為撈底區。支持位有冇效要睇市場反應，市場冇反應就唔好自己幻想佢一定有效。最後我想留一句說話俾大家，市場最需要嘅唔係永遠唱好，亦唔係永遠唱淡，市場真正需要嘅係喺大家興奮嘅時候提醒風險，喺大家恐慌嘅時候計算機會。4月份我講6、7、8月要小心，今日市場開始印證，但我唔會因為跌市就叫大家永遠悲觀，相反，跌市之後機會先會慢慢出現，只係而家呢一刻大家要有耐性，唔好心急，唔好聽到支持位3個字就即刻衝入去，等價位，等信號，等資金。港股22000至23000星期一見真章，如果守得住7月可能有反彈，如果守唔住大家就要準備，市場可能要向21000甚至20000附近再有承接。
而美股方面，大家都要留意科技七巨頭呢個信號。如果 AI 巨頭由自我造血變成外部輸血，如果債主越嚟越舒服，而股東越嚟越辛苦，咁就代表市場已經開始重新計算 AI 牛市嘅真正成本。呢個唔係叫大家否定 AI， 而係提醒大家，任何偉大產業，如果估值太高、資金太擠迫、資本開支太瘋狂，都可以變成短期風險。最後再講一次，今次6、7、8月嘅跌浪，對好多人嚟講可能好突然，但對一直有跟我哋分析嘅朋友嚟講，其實唔係冇跡象。我自己同部分學生，今浪港股跌浪做得相當好，有人避開，有人減倉，有人成功把握下跌節奏，甚至有人真係食到呢一浪跌市。呢個就係提前分析、提前部署、提前風控嘅價值。市場唔會獎勵最樂觀嘅人，亦唔會獎勵最悲觀嘅人。市場只會獎勵有準備、有紀律、有系統嘅人。今集內容只係個人觀點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港股22000至23000呢個重要支持位，究竟守唔守得住？如果大家對我哋嘅 AI 系統、週期分析或者線下課程有興趣，都可以留意下面資料。之後我都會考慮舉辦一啲分享會，可能一季一次，同大家更深入講市況、週期、風控同實戰部署。我係小龍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